来看这间公司到六厂生产的飞马牌特调咖喱粉验到讲有可能致癌的苏丹色素1号。因为这批咖喱粉已经卖到台北、新北市、还有台中等9个县市，包括基隆、双北市、还有桃园等8个县市的教育局已经宣布讲学校的营养午餐先禁止使用咖喱粉，还有番姜仔粉。也毋过也正是呼吁讲卫生福利部应该要做好边境的管制。想要做学生囡仔营养午餐，煞互团膳业者先伤脑筋，因为国内苏丹红的事件真无简单点落来。最近又搁传出制成公司斗六厂生产的飞马牌特调咖喱粉，互验出有致癌疑虑的苏丹色素1号。真侪县市拢宣布讲，学校营养午餐禁止使用咖喱粉或者是咸椒粉。新北市即日起至明年1月20日，学校午餐暂缓使用辣椒粉及咖喱粉等调味料，后续是卫生单位稽查情形，再行评估是否恢复使用。根据了解，制成公司这批咖喱粉已经流入市面，销去双北、台中等9个县市，目前已经通知各地卫生局落价回收。团膳业者表示，目前国内包含基隆、双北、桃园各共8个县市禁用咖喱粉加咸椒粉。因为制成公司已经不是第一届验出苏丹红，目前是要属国家检验室2日搁再确认相关的原物料，检验结果按算是初5出来，才搁对外公布。只是见摆苏丹红是按风波烧到学园，团膳业者就搁爱对内改菜单，这也互因感觉真困扰。卫福部相关主管机关应该从边境管制这个因为1年2次，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有点夸张去造成我们末端消费者的一个恐慌。烹调上其实确实会造成我们一定的困扰比如说去修改这个烹调方式啦。为了确保学生囡仔食安无疑虑，基隆、双北、桃园宣布讲，即日开始学校营养午餐暂时唔用咸椒粉甲咖喱粉，一直到第1学期结束。记者综合报道。